好啦，萬千星輝賀台慶咧已經嚟到最後一個環節啦，就最緊張嘅時刻，因為6位幸運兒咧已經抽咗出嚟啦。你哋嘅心情點啊？緊唔緊張啊？好開心啊！又開心又緊張啊！嗬。好啦，咁啊，咧我哋就抽咗6位，咁而家就要抽出我哋嘅大獎、二獎同埋3獎。冇錯啦。咁啊，大家見到咧就有3個夾萬喺度㗎嚇，咁啊實情咧就係咧最細嗰個夾萬係3獎啦，中間係2獎啦，最大嗰個咧就係大獎嚟嘅。咁大家咧見到一啲 number，咁其實咧只有一個 number 咧就係 fit 呢個夾萬嘅先至開得到嘅啫。冇錯啦，咁6位同事咧就按翻頭先嘅次序咧開始玩嘅，咁每人咧就抽一組嘅密碼，開中咧就有獎㗎啦。首先而家就開3獎嘅密碼，跟住就2獎同埋大獎。係抽到第1號嘅黃君興，黃君興你去試啦。嗱，祝你好運啊！祝你好運啊！揀個 number 啦，黃君興。揀個 number。係。唔好客氣，買嘢咁就買攞。好啦，你買自己撳啦。嗱，先撳個井字先嚇，撳獎井獎品。2、3、8，又係井。嗱，另一另佢啦，開唔開到啊？唔得，開唔到。好。下一位。阿蛇啦。又揀個 number 啦。你唔好似揀男朋友咁先啊，都係撞嘅啫。1119，撳啦。井1119。井。嗱，中咗連個夾碼送埋俾你嚇。井，另啊。哦！恭喜晒！阿蛇中咗3獎嘅，好麻煩啦，蛇咧為咗中咗獎嘅關係，行翻上企嗰度啊！楊思琪啦，咁啊而家咧你可以攞2獎喎，喺中間嗰個。再大啲啦，中間啊，中間嗰個夾碼，中間嗰個，中間嗰個係啦，剩翻5個 number。揀一組密碼先。你揀啦。揀一個號碼啦。6116，咁你好啦，拎落嚟啦，撳啦。井6116井。擰一擰條鎖匙啦，得唔得？係啦，擰一擰。得唔得？哦！攞禮物出嚟，你唔係攞我，你中咗禮物啫。好啦，咁你企喺度咯喎嚇，而家咧就剩翻大獎咁解，咁啊跟住咧應該咧就係阿 Joey 嘅唯一一位男士，請你過去最大嗰個夾萬嗰度。唯一嘅男士啊嚇，冇錯啦，大獎係有機會攞到60萬嘅獎金獎品㗎。好緊張啊！好緊張。阿 Nat 俾啲貼士佢啊，俾啲貼士佢啦。冇錯啦，依家咧剩翻4個，就係咧係好有非常之，我哋睇睇獎品先好嘛？睇睇獎品先。今晚台慶送大禮大獎盛況，可奪得總值超過60萬元嘅獎品，其中包括上海商業銀行送出儲蓄戶口，總值港幣20萬。Panasonic Viera 65寸全高清 IDTV， 價值港幣89800。睇唔睇到獎品啊？開到就你嘅啦喎嚇！嗱，呢個意頭嚟嘅，你是但揀一個，其實係個 number 嚟嘅。我揀1328。1328咁即係幾多號 number？ 1328。好啊，咁你試下啦，井1328井。我都緊張啊！加油啊！好緊張啊！嗱，佢一撳呢個機，平時提款機嗰啲朋友咁樣。8井，擰下下低開唔開到？要擰兩擰㗎。Error，即係休息下啦。嗱，俾你睇睇 number 出嚟1328㗎，你冇錯到㗎。上等人啊 ，Lily 姐，Lily 姐，祝你好運啊 ，Lily 姐。你話先生屋企睇到好開心啊！你中埋呢個 number 仲開心啊！嗱，1/3機會，生生發發，一路夠發，零舍二發，你覺得乜嘢係啱你咧？一路夠發咯。一路夠發，咁 number 即係幾多號啊？係會唔會係1698？係1698。咁就你用你嘅貴手撳一撳井先。井先，阿 Nat 幫手啦。得。1698井。Error， 即係呢個英文名唔好聽啊。Error。跟住到唐詩詠。唐詩詠啦，個機會睇下你攞唔攞到。咁兩個啦，一係左邊，一係右邊，快啲揀啦。係啦。我見阿 Migo 有少少緊張喎，關你咩事啊？冇啊，我話俾佢知啫嘛。OK，嗱，其實係2分1機會嘅啫。阿 Migo 快打。生生發發，一話零舍二發啦。快啲，快快脆脆。快啲。生生發發。生生發發即係3388啦喎，好井3388井得唔得？都係 error。哎呀！耶黃君興。咁即係君興啊，翻轉頭，唔係啊，試下㗎，可能 error 㗎，唔知㗎。
好，真係啊，0428你冇得揀啦，0428即係井0428井 open， 020嘅嘢。講句恭賀説話啦，黃君馨。快啲埋嚟，快啲埋嚟！埋嚟啊，埋嚟啊 TVB Happy Birthday I Love You， 果然係講英文啊佢嚇，總係要講英文啊！雖然咧就呢位同事攞到20萬啦，仲有一張大利是㗎，即係你幫我哋抽埋出嚟啦，4萬。最後一張係啊，台慶大利是，嚟麻煩行個圈，快快脆脆。呢台車金色啊，最好金色，我見到我個名響金色盒嘅。好，係究竟係邊個咧？何以雲，有冇？喺度即刻嚟啦！何以雲，起晒，慢慢小心冇事，講句恭賀説話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公司生意蒸蒸日上，六叔龍馬精神。好，唔該晒。好嘢好嘢好嘢！恭喜晒！恭喜晒！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我哋要揭曉呢個台慶解碼嘅方法啦。阿邊個？冇錯好，請出無線電視嘅董事李孝和夫人。李夫人，有請李夫人。亦都有請3位千金小姐嘅。好線啊，好滑啊，好滑。李夫人，請你喺我哋3位千金小姐個3個盒裏邊咧，揀一個 number， 1、2、3，邊一個箱都得嘅。係揀一個。揀3號。3號，請你打開。就係解碼嘅方法啦。3號千金小，哦。第一個台慶密碼乘第二個台慶密碼乘第3個台慶密碼，就係台慶嘅密碼嘅答案啦，冇錯啦。唔該晒，李夫人。好，呢個時候咧，我哋不如將個蛋糕推過嚟啦，請有個切蛋糕嘅知道答案嘅嘅。朋友可以由而家開始，直到今晚午夜12點，打電話嚟900300908，每次電信公司會收取港幣1蚊嘅服務費。答中而又被抽中嘅一位朋友，可以得到信用卡免找數簽賬額總值港幣41000蚊。得獎名單將於11月21號晚上嘅東張西望節目內公佈。好，馬上咧就有一個切蛋糕嘅儀式嘅，我哋請李夫人同阿姐幫我哋切蛋糕啊！耶！多謝晒。好，喺切完蛋糕之後咧，不如我哋請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行政主席邵逸夫爵士咧，為我哋進行祝酒儀式，有請。有請阿 Sir。好啦，嚟大家慢慢啊！李夫人。好，有請阿 Sir。我哋再一次祝 TVB 41歲生辰快樂 ！TVB 時刻向前，令你開心41年。與此同時咧，我哋要多謝咧今晚咧所有嘅參與演出嘅同事啦，所有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啦。咁響度咧，我哋 TVB 咧就係好多謝大家咧收睇今晚嘅台慶嘅。